杜拜世界盃準備。一起步嘅時候，咪見到咧比較快少少嘅啦，埋邊搶咗嚟啊，就係啲北港火山嚇。咁啊，黐住仲有呢個非洲傳說啦，另外開邊青草地都快嘅。外邊呢亦都見到啊，就係長流不息啊，咁啊見到咧閃亮加咗走5調嘅望空噃。兩個馬位之後先至係有咧就神威啟示啦。喺佢埋邊呢亦都見到黃衫嘅咧，就係有呢個側目相看啦，咁啊貼心藍啦，包尾又甩口啊，咁啊係咁塞嘅咯喎。呢隻咧就係樞機主教啊，佢嘅前面大概都係有8個馬位㗎。好啦，過完第一次終點向呢個灣進發嘅時候啦，我見到前面天環帶頭都係北港火山啊，所以第2位嘅咧就係有呢個非洲傳說啦，外欄亦都見到長流不息啦，但外檔第4碟冚咗上嚟嘅咧就係有呢隻閃亮加州啦，另外埋邊仲有青草地啦，咁啊再後啲先至係有神威啟示啦，咁啊側目相看同埋貼心藍，咁呢堆馬咧就一堆嚟嘅，就4-5隻到，咁啊4-5個馬位到，咁啊然之後3個馬位之後先至見到咧移咗出去出邊嘅咧，仲有呢個樞機主教嘅，咁啊佢哋前面大概6個馬位啦。好啦，跑咗咧就接近一半嘅路程啦，見到前面咧大頭仍然都係北港火山旗都放得幾輕鬆啊，所以第2位仍然都係非洲傳說啦，開邊旗到飛起㗎啦，就係有呢隻長流不息啊，咁啊見到你望下你啦，咁啊就係有呢個閃亮加州望一望長流不息嘅話，你睇咩騎得咁辛苦啦，埋欄亦都見到上緊嚟，仲有咧青草地啦，再後啲先至見到咧都湧到上嚟㗎咯喎，就係樞機主教啊，然之後先至見到貼心藍啊嗰啲咪輕輕咧騎落去都已經甩㗎啦，後邊啊神威啟示又唔使睇啦，自己褪㗎啦，包咗尾嘅就係有呢隻側目相看㗎。仲有大半個彎嘅時候啦，我見到前面仍然都係呢個北港火山，仲可以開始加速㗎。後邊上緊嚟嘅咧，就係中間咧有全藍衫嘅啲非洲傳說啦，開邊啊，見到閃亮加州都上到嚟啦，大外檔嘅咧，仲有呢隻樞機主教咧，另外埋邊揾緊位就青草地啦，再後啲咧先至見到咧，就係有埋邊嘅貼心藍嗰啲馬㗎。咁即係記到最後400米上水前面咧，衝咗出嚟咧就係有樞機主教喎，一路壓住呢隻咧閃亮加州嘅，亦都越走越甩㗎啦。咁呢個北港火山仍喺度第3位捱住開邊青草地40米仲一在後邊㗎。所以就望時候啊，樞機主教睇嚟咧有機會贏翻次杜拜世界盃喎。哇！樞機主教咧跑第1㗎啦，第2名嘅咧就係閃亮加州。上嚟跑第3個咧就係青草地，第4名嘅咧就睇下埋邊嘅貼心藍啊，上嚟搶埋佢第4㗎。第20屆都係喺翻主隊嗰度啊！結果唔係單跳，呢件彩衣就比較少。